算了吧，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都是庸人自扰。这生死之事，岂能轻易颠倒？够了！你以为这些破玩意儿能困得住我？我都说了我不行。明明没什么天分，为什么还要继续？嘿，别哭了。你离真相只差一步，你赢不了的。我想试试。不能再拖下去了，跟他们拼了！我不能输，我还没输。没人能在我的 BGM 里打败我自己。